当初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其实我们这个从公司治理的角度哈，包括那个企业传承的角度这样来想呢。那从04年开始哈，我们就设那个独立董事，07年就有这个审计委员会。那10年哈，那我们就有信托委员会。13年我们的独立董事就超过董事会的一半。那我讲这个历程，只是说哈，你可以看得出来，每3年一任哈，我们每一任的那个董事会都有一些新的一些做法。那我们本来就很早就想说，那企业的运作应该是董事会哈，跟那个日常运作哈，它不见得是要有高度的人员是重叠在一起。那这是整个我们本来就是希望把那个董事会建构的更独立、更完善，那来做这样。那所以当这个建构差不多的时候，其实我也没有再继续当上市公司董事长，其实已经没有很大的差异。你从理念是像从我们公司名字就很清楚看得出来嘛。那信一定是说到做到嘛。那义是那个正当的行为该做的事情，义也是合宜的事情嘛。那合宜就要合什么？一定是合客户、合时代、合环境嘛啊。所以你一定是要去很清楚的去了解。普遍性的客人的这个需求是什么？其实我们创业者跟那个专业经理人其实有一些的差异，说他们其实在整个经营的这个系统结构什么哈，这应该是训练的是更完整，不会有什么冲突。最主要原因是因为那个你要是经营理念是能够贯彻的时候，那实际上具体的做法当然本来就应该要随着这个时空环境的改变而改变嘛。那经营理念。就信义立业止于至善这样的一个基本的理念，那在这边是代代传承，应该都还不错了。啊，像我们，比方说我们车业厂，也来了都快30年了那我们董事长也是，在半年就要30年了。对啊，所以他们在这个地方受这个文化理念的这个熏陶是蛮强的。那你只要那个正确的理念能够传递下来，其实就不会有很大的冲突。